好了，我明了吧？喏，今年咯，水的楼买，超过像古哦，那龙脱开吧边喏，超过古哦没得娘，实在脱开吧的水的，面单机一百个路吧边，没那么穿年里脱吧的喏，楼买脱到个吧边，好楼买后边看来样为路嘞，有几吧嘞，那片20的耶，东南的他们是桥段，楼买呢。太阳靠南国水里地北方面喏，那片亚洲路买过了水地干地的出多嘞，可能的偏的，空谷呢，桥马路湾里边的下边嘛哇，空谷呢长江话的出家的可能主要是的批发的喏，空谷啊不离他可能偏里边的长江话的，你个可能吧。雷山的尼姑加到别人一片出来的可能我，手里一下背到嘛批发的咯。